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要赞美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保守我们。我们如今又来到你的圣殿，要敬拜你。透过礼拜，要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今天也要在教会当中举行圣礼典，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要告白他们的信仰，接受洗礼，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恳求主，你透过这个圣礼典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全心依靠你，并且能够用充足的信心来领受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今天礼拜的众同工同在，不论是敬拜团，或是传讲信息的牧者，还是诗会的执事，求主都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也同时也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手中，求主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时刻，我们还能够一起来在这里敬拜神，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立。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你们知道平安的意思吗？平安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以及与自己和好。让我们跟身边的弟兄姐妹说声：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神，他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中心、万物的源头。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曲子，诗歌《宇宙的中心》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无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无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让我们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高如雨，浇灌这里，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这里。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人。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大声的呼喊我们荣耀的主，因为他必成就伟大奇妙的事在我们的当中。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理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谁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理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理想，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理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再谢谢主。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
神的灵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神的灵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感谢主，赞美主，靠着圣灵的引领，主，我们相信你必做新事，不论是在台湾、在亚洲、在世界的各地。主耶稣，我们相信。谢谢您是爱我们的，在我们未出母腹之前，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主耶稣，我们要拿什么来报答你？我们只能将自己献上，当作你合用的器皿来让你使用。主，求你提醒我们，时常在祷告中与你连结，愿你的爱来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与你相遇。在每一天，我们都渴望与你同在。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的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是的，主，谢谢主圣灵，谢谢你掌管我的一生。主啊，我们一生都要交托在你的面前。主说，感谢你使用我们这不配的人。主，求你赐给我们新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发光发言，做你的见证。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孩子的祷告不足，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米利安敬拜团一清早为我们带来充满活力又令人感动的敬拜赞美。现在请翻开圣经，看到今天的经节。今天的经节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到21节。记载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第277页，现代中文译本的第277页。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又给我们传和好福音的职分。我们所传的信息就是，上帝借着基督与人类建立和好的关系，他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他与人和好的信息付托了我们。因此，我们做了基督的特使，上帝亲自借着我们劝勉你们，我们替基督请求你们，让上帝使你们跟他和好。基督是无罪的，可是为了我们，上帝让他担负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他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以上是今日的经节，上帝的话语。愿上帝看顾服从他训示的人。今日的讲员是蔡正道牧师，他要带给我们的讯息是破镜重圆，请大家带着恭敬的心一起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举行圣礼典，有许多弟兄姐妹要接受洗礼。所以牧师用这个破镜重圆这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最基础的得救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领受，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我们是何等渴慕你的话，期待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洁净我们，更新我们。所以主啊，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此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没有任何阻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别人失和的经验？有时候当然是别人得罪我们，惹我们生气；那有时候也可能是我们得罪别人，引起对方的生气。所以，因为冲突的发生，使我们与别人失和。那凭良心讲，我的脾气算作是不错的。我
通常比较不会跟别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但是虽然是这样哈，有时候人总是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有时候也会跟人家发生冲突啊，发生吵架的状况。那我们跟别人发生冲突哈，总有一些过程哈。我们来看，一般冲突吵架的过程是怎么样？首先哈，会有一个冲突点产生哈，通常是因为误解或是背叛等等事情啊。一旦这个冲突点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了热战啊。热战就是双方会产生比较大的冲突啊。那这个冲突过后之后，就是第二个程序哈，就是冷战的开始啊。冷战开始之后，因为双方都不肯认错嘛哈，那都觉得对方对不起自己，所以不接触啊，也不说话，就是冷战的开始啊。那这个时候哈，虽然双方都冷静下来，但是如果双方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渐渐的哈，这个情况会产生一些改变啊。也就是说哈，那个关系会开始破裂啊。也就是说，冷战如果不好好处理，就是关系破裂的开始。那一旦关系破裂之后哈，人受到这个恶的捆绑之后，就是痛苦的开始哈。因为有时候关系破裂哈，其实是内心很大的苦楚啊。我们常常想说，为什么他犯错不来跟我对不起啊？对方也是这样想说啊，那个人这样对我，怎么不跟我说个就跟我对不起啊？所以双方都这样想的时候，常常把这个放在心里面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沉重的压力啊，好像一块石头压在自己心里面一样，就是产生痛苦的开始。这是一般人发生冲突、吵架的过程啊。那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哈，圣经创世纪的这个地方哈，一开始就记载着人和上帝失和的故事。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人，把人安置在乐园当中。上帝本来跟人有很亲密的关系，在乐园当中哈，我们发现哈，如果你去看创世纪一开始的故事哈，你会发现在乐园里面哈，没有祷告这个字。在伊甸乐园里面没有祷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可以跟上帝直接的接触，直接的沟通，人接受上帝一切的供应，这叫做生活在乐园当中，人跟上帝没有距离。但是我们要知道，乐园当中也有上帝所定下的规矩。上帝告诉亚当跟夏娃，这园中所有的果实你们都可以吃，但其中一颗不可以吃。可是人就是悖逆啊，受到罪恶的引诱，人就悖逆上帝，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破坏了原有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孩子不爱听父亲的话，违背了家里的规矩，所以人就背叛了上帝。人一旦违背上帝的命令，一开始就怎样？害怕跟上帝接触嘛，人不敢见上帝啊，躲起来跟上帝冷战。就像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听见主上帝在园里面走的声音，他们两个就吓到怎样？跑到树林里面躲起来。人不敢见上帝啊，因为人犯错，知道害怕被处罚，就躲避上帝啊。那这种逃避不愿意认错的方式使得双方的关系破裂。他们最后就被放逐，离开乐园，出去流浪。那接着人就因此生活在痛苦当中，人受到罪恶的捆绑，变成为生命成为痛苦的。那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跟上帝没有正确的关系，那你跟自己的关系就不好，你就活不出生命的丰盛跟意义。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
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好，你就会生活在痛苦当中。所以圣经创世纪的一开始就记载着人跟上帝失和的这个故事，也就是人受到罪恶的捆绑，离开上帝，以至于人生活在苦楚当中。那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破坏了，生活在痛苦当中，对未来没有盼望。要怎么样脱离这个痛苦的日子？就是需要和解，就是需要重新跟上帝和好。当然，我们如果得罪一个人，如果可以和解，心中一定充满快乐。我过去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情，跟一个同工产生一些争执。那我自己分享我当时的状况，就是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却因为这样子一时忍不住自己的血气跟他产生了冲突，就双方就开始冷战，不说话。这时候我内心是充满的痛苦，好像我刚才说过，好像一颗大石头压在自己身上一样。那我心里面在想说，产生这么样的冲突，那我要继续跟他同工怎么办？我有和解。当我愿意去跟他和解之后，这个和解就释放我身上的这个重担。跟他和解之后，接受他的赦免之后，你那个心里面那块大石头好像就解除掉了。所以人如果可以跟别人和解，就可以得到真实的释放。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说复合，复合的意思就是怎样？就是重新建立或是恢复彼此之间过去的关系。当然一般来讲，要和人和解，一定是怎样？做错的人要认罪嘛，然后另外一方的人愿意赦免，这样就可以得到圆满。但是我们知道，人得罪的不是普通人，我们得罪上帝呀。上帝的做法跟人是不太一样的，他用另外一种方式。他用什么方式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什么方式？他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我们要注意这个18节当中，保罗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表示说，人在和解这件事情上，人几乎没有作为了。人原本是错误的一方嘛，人被罪所捆绑，得罪了上帝嘛。那错误的一方要找对的一方来和好，但是神并没有做错事情，他却是主动来跟我们和好。上帝和人和好的方式是上帝请了一个调解人，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那这个调解人用的方式是什么？他用他自己的牺牲来代替人的罪。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一个人如果犯罪他就要去找一只没有瑕疵的羊，然后将这只羊牵到祭坛前面，然后他用自己的双手按住这个羊的头，感觉上就好像把自己的罪全部都灌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把这只羊杀了，献给上帝，祈求上帝的赦免。那这只羊原本没有罪呢，它是代替这个人的罪，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代罪羔羊。那耶稣基督就是成为赎罪的代罪羔羊，让我们有罪的人的罪可以被上帝赦免，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让这件事情成就了，让我们可以重新跟他恢复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上帝破镜重圆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庆祝耶稣基督降生，
但是牧师要告诉各位，如果你只庆祝耶稣基督降生，而忘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为人赎罪，那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要理解，我们之所以可以跟上帝重新和好，就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无罪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在19节当中提到什么？他提到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样我们就知道，上帝和好的任务不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种族，而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是为了你，为了我所准备的。当然，从现存的事实来看，全世界所有的人是不是已经都跟上帝和好了？当然不是，因为和好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提出和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所回应，这样才能够和解。所以要如何完全和解？我们上个礼拜有读一段经文大家知道这是约翰福音书第3章16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已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要跟我们和好，我们就要有所回应。那做什么回应呢？很简单，就是接受上帝和好的恩典，承认自己的错误，相信耶稣基督，这样就可以跟上帝和好。上帝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只要回应神，要悔改，并且接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今天我们待会要举行圣礼典，就是有些人要接受洗礼。在洗礼的过程当中，牧师会问他3个问题，其中第2个问题，牧师会问他说：你是否愿意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这个要接受洗礼的人要回答是：我愿意悔改，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这样子，这个和解就完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跟我们提出和解的要求，你只要用信心去回应上帝，你就可以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要知道，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接受洗礼之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我们要知道，洗礼是一个开始，什么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谁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已经来临了。所以，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新生命。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应该有崭新的生命显露出来。这种崭新的生命不是外表的改变，而是意念真实的更新，就像一个重新被改造过的人一样。圣经曾经描述一个人他叫做尼哥德慕，他是犹太人的领袖，是有名望的人。他夜晚的时候，他来见耶稣基督，他期待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真理。耶稣一开始就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我们要注意这边见上帝的国是什么意思？见上帝的国就是回到上帝的身边，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跟上帝和解，重新恢复关系。而这里恢复关系的关键是什么？要重生啊！重生是指灵性上的重生，就是保罗所说的新创造的人，就是心灵的问题带来一个心灵的更新，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重新被创造的人。
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个遇到耶稣基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会得到改变。我们看到撒该是一个例子，撒该原本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剥削别人的钱，可是他遇见耶稣，耶稣改变了他，他成为一个分享的人。我们看到保罗，保罗原本是热心去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但是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接受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宣扬福音的人。所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会产生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会为自己本身以及其他的人带来祝福。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日本人，他叫做水野元山。这个人他是1939年出生的一个日本人。当他念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是大概是他10岁或9岁那个时间。那结果他们当时他们全校都集体感染了一种疾病，叫做赤痢。结果他病得非常非常严重，后来因为发高烧的缘故，他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就是副作用最后他变成了脑性麻痹，全身除了眼睛可以动之外其他的部分全部瘫痪。只有3年的时间他的身体慢慢退化，几乎说不出一句话好不容易拼出一句话竟然是说我想死。他痛苦的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之后他没有办法再说任何一个字那他一个人受苦，结果全家大小也快乐不起来所以全家都陷入了愁云惨雾当中。一直到他生病后第5年，1951年，有一个牧师叫做宫尾龙邦牧师，知道他们家遭遇到这样的情况，来到他家探访，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们。这福音好像黑暗当中的一道光就照在水野元山先生身上他紧紧地抓住这个依靠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从此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也因为他生命的转变带给全家大小平安跟喜乐。他虽然全身上下不能动就眼睛可以动，但是他可以听得见声音，所以他热爱圣经上帝的话语，天天都聆听福音广播节目。就经过1年之后，他受洗归主。当时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叫做高桥三郎牧师，他把每个礼拜主日讲台的录音带都寄给他，他就这样反复的听之后他的父母也相继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母亲带他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就问他说如果你听得懂我所说的话请你可以用眼睛眨一下他立刻就眨一下眼皮。就他母亲发现他有这个奇妙的反应他就想说也许我可以利用这样子帮助水野元山先生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母亲就把那个我们知道日本的那个字母是拼音的嘛他把50音写了一个表5个母音R-I-U-A-O 然后是10个子音，就这样拼他起初用一种非常麻烦但是有效的方法，就是他母亲指他那个母音，然后再指一个子音用拼音的方式如果他表示他要说的话是这个音的话，就用眼睛眨一下最后他们母子的这个默契越来越好，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他就用眨眼的方式出了4本的诗集第1集叫做《我的恩惠够你用》出了第1集之后，他的母亲过世了
接下来就是由他的弟媳协助他完成后面3本的诗集。他的一生当中就是活在6个榻榻米那么大的一个室内，但是我们发现他所写的诗他的诗序超脱房间之外，他论及宇宙万物，有山水花草树木然后对于每一个跟他接触的人，他所认识的人，他对他们的感恩，他都用诗句把它表达出来。我这边有一首他写的诗叫做《不可思议的是心地》我们来看看他写这首诗我们可以做一个反省他说：“不可思议的是心地，应当相信，反倒怀疑；应当相爱，反倒记恨；应当盼望，反倒气馁；应当喜乐，反倒悲戚。不可思议的是心地，一旦被主的手触及，虽不能看见，没有听力，也会因为信望爱惊喜。”他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限制，但是神给他恩典，让他的思想开阔。他用积极乐观去面对他的生命。1948年2月6日，当天下着雪，他平静地安息在主的怀抱当中。他的人生虽然肉体上面只能眼睛会用眨的，但是在眨眼间，他为他的生命留下永恒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水野元山先生的见证，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我们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原本活不下去，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因为相信救主耶稣基督之后，他整个人生观改变，突破了身体上这些限制，成就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要接受一个礼物一样。我们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人，我们可以去思想，你是不是愿意让这个耶稣基督来改变你的生命，让我们跟上帝恢复真实美好的关系，就会得着丰盛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座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样一个可以带给别人祝福的信息，跟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去分享？今天牧师所分享的是非常简单、最基础的信仰真理，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跟你的朋友分享，为他们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们待会要见证一群弟兄姐妹，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告白他们的信仰。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礼点，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我们知道，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主为我们带来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用我们更新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并且带给其他人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奉献是基督徒的义务，也是权利，请大家依自己能力所及，诚心来奉献。若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不要勉强。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您，您创造了这世界的一切，也让我们有足够的技能、智慧来赚取我们的生活所需。我们的需求你都明了，也都赐予。现在我们奉献微不足道的金钱来作为您做工所用，虽然数额不够，但代表我们的信义。奉主耶稣的名求祷告，阿们。请坐。接着我们要来举行圣礼典，要来举行洗礼。那我们请要接受洗礼的，成人洗礼的，还有监洗礼的弟兄姐妹，还有以及信仰告白的弟兄，我们请到前面来。
我们得着帮助是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没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圣经当中记载，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福音，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所招来的。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罪得赦的记号以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们在座有一些人是成人洗礼，就是李秀娟、廖彩锦、陈义婷、庄贝杰，还有罗兆清、刘泽雄。另外还有一些已经在小孩的时候已经接受过小儿洗礼，那现在你们已经成长，虽然没有接受滴水礼，但是小孩的时候你们已经接受过滴水礼，是王玉婷、陶昌普、黄月米、张心玲、洪永贤。那另外还有一位是从别的教派转过来的，必须做信仰告白的林千佑弟兄。这时候你们要受洗，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是否愿意如此相信？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在他的道路当中，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这时候我们要来施洗，请会众起立。当牧师为成人受洗的滴水礼的时候，请大家要同心跟我用阿们来回应。李秀娟，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廖彩锦，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陈玉婷，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庄贝杰，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罗兆清，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刘泽雄，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到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主啊，当他们遭受试探的时候，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我们恳求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当中，使他们能一生一世服侍你。亲爱的主，求你使我们参加这个圣礼点之后，更能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以至于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归转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如此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牧师代表小会来握手接纳这群受洗者。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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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教会有一份礼物要赠送给他们，哈。小娟，彩锦。好，我们请你们转过头哈，那牧师来介绍一下。当牧师介绍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那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小组的同工的哈，小组员的哈。我们请起立哈，一起给他鼓掌哈。第一位是李秀娟。第二位是廖彩锦哈，彩锦挥挥手，好。然后陈义婷。庄贝杰，罗兆清，下一位刘哲雄，好，我们坚信里的王玉婷。曹昌普。王月敏、张心凌、好，还有千佑哈，林千佑。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照一张合照？哦，抱歉。洪永贤，最后，好，那我们来照一张相片哈。来，我们一起来到前面哈。
先行礼到其他的站在旁边。好，我们可以暂时把口罩拿下来，不要讲话哈。照一张。好，我们鼓掌，再次祝福他们。请回座哈。好，我们这时候要进行小额洗礼哈。我们请有2位，卢云乐还有刘雨诺哈，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前面。好，我们要进行小额洗礼哈。请大家注意来听马可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话。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我们的幼儿不明白这些事，但是所应许的要归于他们。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带他们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所以我要对幼儿的父母说，今天你们的幼儿要受洗，你们必须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信上帝做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你们确信这样吗？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孩子，以祈祷及好的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所作所为都能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主祝福你和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坚守这个约定。这时候我们要施洗，请会众起立。来，卢云乐，卢云乐，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刘雨诺，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阿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孩子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培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双亲及会众亲自作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他们接受坚信礼。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永在的上帝，我们恳求您来保守、照顾这些孩子，引导他们，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别为圣，使他们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愿你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他们，引导他们平安经过孩童的时期，救他们脱离少年的诱惑，直到成人的时候能够告白自己的信仰，并能坚持到底。慈爱的天父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曾在拿撒勒享受人世间的家庭生活。我们恳求您赐福保守眷顾这些孩子的家庭，帮助他们的父母和所有照顾他们的人都满有智慧和温柔，让他们在你的爱当中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有一个礼物要赠送给这些孩子。会众请坐，好，来，我们的送这个会不会太小了？太大了。好，好，我们转过头来哈。好，是龚勋哈，云乐哈。那另外第二位是允诺哈，允诺的爸爸是哲雄跟丽文哈。允诺今年几岁？15岁哈。那超过16岁就可以坚信你了。好，我们鼓掌来恭喜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照一张相哈。好，我们请诗慧继续哈。现在来报告本会的消息。请翻到我们的周报第5页。防疫的事项，请参考本会消息的部分。小会问道里已接纳周报第5页所列之弟兄姐妹，于刚刚以及第3场礼拜受洗及信仰告白之后，将成为会员。岁末感恩祷告会将于12月31日，也就是礼拜4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于10楼的礼拜堂举行，欢迎所有的会友参加。接下来关心我们的肢体，本会的会友李怡如姐妹的父亲李文定先生于12月8号安息，将定于12月31日上午11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至美一厅举行公祭。本会会友陈聪敏弟兄的父亲陈玉阶先生于12月16日安息，定于2021年1月4日，也就是下周一的上午8点半，于市立第1殡仪馆圣中厅举行公祭，请各位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总务委员会的消息，2020年的教会账目将于12月31日来关账，请各团契诗班小组将2020年的财报于2021年1月10日之前送交9楼行政中心许昭平干事处。请看到周报的第6页右侧第9点欢迎兄姐们到外面购买2021年1至3月份的圣经充满我经文填充本。平日时间的上班时间于9楼的办公室购买，主日的早上请于10楼礼拜堂外面的走廊购买。再请翻页看到各牧区以及委员会的消息。成人牧区的关系布道课程授课4期与时间如这里所列。讲师将由本会的牧师团来担任，请向成人牧区干事
温会或营营来报名。报名的时间自即日起到1月17日止。再看到儿少牧区的消息，2021年寒假篮球营将于1月25到27日于新兴国中的室内篮球场来举行。请于报名后7日内亲临109号分馆。1楼的办公室请下林干事缴费之后即完成报名程序，进入正式名单。此外篮球营的同工的招募，请上网报名，报名网址位于第8页的左上角处。装备委员会的消息，听故事学圣经课程。于1月10日开始，总共有12堂课，于每主日早上9点到10点于109号的202教室来举行，请下李淑芬干事来报名，或是扫描本周的周报第8页的右侧那边有一个 QR code 线上报名。其他的代祷事项请见第9页的右侧。身体欠安的会友请各位提名代祷。以上是本周的周报请牧师欢迎本周的新来宾。大家平安。牧师快速的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新朋友哈。第一位是简君泽先生，好，来我们鼓掌欢迎。从台南来的哈。第二位是，这应该是冯佩燕，还有许佳琪，好，在后面哈。第4位是王胜和先生。好，那其他还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介绍到的，那欢迎这些贵宾待会到我们的贵宾室去做进一步的介绍跟接待。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好，那愿上帝亲自赐福。